外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云林县的元中乡，有一间汽车的收配厂，昨深夜翻点12点外火烧厝，这消防队赶到位，大火已经烧到半天红了。厝内带一对母仔囝，后生走出来了后，发现56岁妈妈搁伫咧内底，心肝火热，翻头要搁走入去救妈妈，但是这个大火是烧到轰轰叫，警察甲救咧，袂好入去。这后生是艰苦甲跪伫咧涂骹，双手合十，一直祈祷，大声来痛哭。真遗憾，这消防队控制大火了后，伫咧2楼的楼梯口，发现这妈妈已经亡生了。看到妈妈无对咧撞出来，查甫人想要赶紧上灯去救人，不过因为火场伤危险，员警赶紧加油。查甫人跪伫涂骹，直直哭，希望会发生奇迹。这是云林元中乡半暝12点外，汽车收配场开始着火，因为内底有真侪较高小的物件，加上强风，消防队员到位的时已经烧甲真厉害。消防队员报水线来灌救，控制火势了后，消防队员设双节推对2楼的窗仔门入去抢救，不过也是有不幸的消息。1点50分啊，火势控制之后，在2楼的楼梯左侧大概5公尺左右的房间哦，那找到该名户人，那全身焦黑啊，那明显死亡。56岁姓柯的妇人人死伫火场，这间汽车收配场是2楼铁皮厝坎挂和主体共用，因为阁有放真侪较高小的物件含油，经消用1点外钟才甲火势完全控制掉，导火原因火调小组等来调查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